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11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面对肺炎疫情持续升温，学校的防疫也成为重点。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开元国小，主要就是要去了解学校厨房的防疫措施，避免厨工变成防疫的牢房。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持续来增加，校园的防疫工作也成为民众关心的重点。对此，市长王伟哲11号上午特别前往开元国小的中央厨房来视察。除了关心厨房的防疫工作，也向辛苦的营养师甲厨工表达感谢。市长也是希望透过健康的餐点，会使增加学生的抵抗力。今天来到开元国小，主要是来看这个我们午餐供应的这个厨工，以及整个在防疫期间，这个学校的种种的防疫措施做得好不好？那我们知道，上个月刚开学的时候，大家都很在意，这个体温量测啦，或者这个在密闭空间的戴口罩的问题。那尤其在午餐厨房的部分，我们也不能够让这边成为一个防疫的一个漏洞跟死角。尤其这个厨工妈妈们都很辛苦那厨房的这个工作温度都很高，所以说有时候在接触一些食材或接触一些餐具的时候，要特别需要注意。那我们今天来看它的这个作业程序，一切是不是符合防疫的这个需求？我相信这个部分我们在厨工的这个训练，以及在这个防疫期间的讲解，那这个卫生局跟教育局都要做到位，务期让全台南市所有的这个学校他们的午餐供应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吃出健康、吃出安全，而且最好能够有这个营养概念，然后让他们头好壮壮，增强免疫力。那当然，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的整个防疫工作就增添一大利器。针对昨回来到台湾第2波的武汉包机，市长也表示，其中有部分的成员是学生。如果当中有台南人，绝对会保护因的受教权。昨天这个武汉回来的班机上面有一些学童可能他们本身也有台南的，我们名单还在核对中。那如果有我们台南的这个滞留在武汉的学童，他们回到学校，第一个要注意到他们的学习不能够中断，而且要能赶得上进度。第二个要务期一定要保障他们的权益、学习权。不会在学校不会被其他的同学或其他的家长贴上标签，这点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所以在他们隔离期满之后，回归学校之后，我们一定要保障他们的整个学习能够平顺，然后能够跟同学相处能够和谐。那这点是我们要特别来叮咛教育单位要注意的。教育局也呼吁家长在防疫的期间，爱甲学校来合作，养成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减少感染的风险。但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个武汉肺炎的死亡案例，台南市政府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大体处理流程。民政局表示，目的是要让民众知影市府将会各规格来做处理，请大家唔免恐慌。为了避免武汉肺炎确诊或是艺术个案死亡以后，大体如何处理引起民众的顾虑，所以市府新闻处上午邀请民政局甲卫生局就相关应变的措施作出回应。市府表示，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已经有制定标准的作业流程，所有防疫细节拢有充分的准备。民众管理所所长嘛强调，目前并无相关的处理个案，就是提前报销。10号的是大炉，就不用担心关鸠的大小直接火化。火化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那个温度要维持同时间30分钟，1000度以上来火化这个大体。而且火化大体正常拢会辣会鲜
会去搅拌，但是这一种确定个案，他入殓完之后，他不会有一些扣钱啦、金银纸啊、一些陪葬品都不会，他只有丝带裹着大体，直接入殓，所以做核修的哈，做核修的，所以根本不用搅拌，而且你不搅拌，那个门就不用打开哦，那个炉门就不用打开，没有喷出来的危险哦。据了解，针对大体应变3月12号，城大嘛有举办讲座，并且有相关的演练，不是维护病院、民众管理所相关人员的健康，嘛是保障所有市民朋友安全。台湾新闻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每到清明，民众会前往墓地或者是纳骨塔去祭拜祖先。不过今年因为受到肺炎疫情的威胁，为了避免因为人潮聚集造成疫情发生，台南市也制定一系列的应变措施来加强防疫。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各县市对着清明祭祖有可能会造成疫情的发生，纷纷制定出相关的措施来应对。参像是新北市甲台中，就推出网络线顶祭祖；台北则是采用人数管制以及分流，加以用写批烧化给祖先。而台南也祭出无开放纳骨塔的方式，但这个规定敢有包含私人纳骨塔业者？对此，议会民政委员会就要求相关单位出来讲清楚。那台南啊，我们是不开放纳骨塔哦，纳骨塔堂。那不开放纳骨塔堂。你只是不开放到里面去呢，到外面呢？那塔堂、那骨塔，我刚说的有分公家的跟私人塔。你这个部分是只单对我们公家的那骨塔在管理呢，还是私人的那骨塔在管理？公立的部分是做这种就是不让开放哦，但是重点因为重点是要让它不要群聚嘛，所以在空间上怎么分批次，或者时间上怎么分流。哦，这个部分有没有比较能够让市民、让大家比较知道的这种就是详细的作业的办法规定？永康的那个数量真的，我们那个厂区大概每一次大概几乎都超过3、4千人以上，陆陆续续进入。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希望分流？分流我们是提前。其实我们要在这边可能要呼吁很多的民众哈，在记住，因为我们不要局限在那一个5、6天的时间，我们是不是提前1个礼拜，甚至提前2个礼拜？针对议员的疑问，民政局长严正标嘛作出回应。先把诵经啦，还有法会，是不是我们改个时间啦？不是说都不办，就是当我们的疫情已经也比较缓和的时候，我们再来办嘛。那分流，现在区公所他们也都很配合，就是说，比方说3月就开始就有陆续可以祭足，身体不舒服。那不要勉强，也就不要到我们公众场合去了哈。感谢那个我们私人的纳骨塔，他们也来参与，他支持我们这个政策，而且也响应我们这个政策。市府制定清明防疫措施，就是希望会当将疫情产生的可能降到上低。民众嘛会当规划伫3月份就前往祭祖，避开4月清明连假人潮。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近来因为肺炎疫情，有部分的民众认为应该要停止酒驾取缔，减少疫情的传播。不过，市长黄伟哲认为取缔无假期，应该要持续加强酒驾取缔，确保市民的行车安全。为确保市民行车安全，台南市警察局不管日时或者是暗时，拢会规划取缔酒后开车的专案。互摊杯民众不敢酒后开车，台南市长黄伟哲在下晡特别前往警方进行取缔区域视察，并关心环境执行时防疫保护的措施。在防疫期间跟这一个平时的酒驾差别在哪里？首先就是护目镜，我们特别感谢广义这个吴建良警友啊，提供1万个护目镜给我们警察使用。另外就是手套跟口罩，那另外啊，酒测认知剂啊，依据我们警政署规定啊，不可以使用。那怕的就是这个部分啊，会把这个细菌有传染。我们根据车祸肇事的统计来讲，下午这段时间的是一个肇事率的高峰，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下午来做酒测，并不限于夜间才来做酒测。所以如果要有酒驾的人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因为警察不是晚上才来实施酒测，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呼应苏院长的说法，这个酒测并没有假期，所以如果想要酒驾的人认为说，因为在防疫期间，所以就会这个可以警方的酒测的实施的力道会减少，那存有这种想法的人就错了。所以今天宣示了2点，第一点，绝对没有酒驾假期，所以我们警方的酒测，不管是地方的、中央的，我们还是一律照常来进行。第二点，酒测也没有固定的时间点，我们白天也酒测，晚上也酒测，只要我们从这个统计的数据分布，凡是酒驾高危险区、高危险时段，我们就优先来办理。为了保护民众以及环境的安全，警察局嘛依照警政署规定，暂时停用检疫酒精检测器以外，环境执勤时嘛要搭配手套、护目镜等防疫措施。针对他们的这个护目镜手套，这个会进行一个就是防护那同时对这些吹嘴的消毒部分希望大家可以放心，那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同时这个吹嘴是一次性的我们除了说这个酒精减脂器这个指挥棒不用之外，那其他的都还是照原来的这个程序流程来进行。警察局嘛要求员警执行交通稽查勤务时，拦查驾驶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发现可能有食酒，才来进行酒测。在检测前后，酒测工具嘛消毒。另外，使用后的吹嘴以及手套，嘛要使用塑胶袋保护处理，保护驾驶人以及员警本身的安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国际诗书节是2000年为美国加州开始发起的活动，每当的4月1号用册作为灵感，进行美食创作分享，佮翕相上传，并且做伙甲借调。今年台南爱读册电视节目都特别安排诗书节相关活动，非常的丰富趣味，做伙来看卖。对美国加州发起的国际诗书节活动，是每一年的4月1号，运用册子作为主题做成甜点。参与的人也会推荐一本好册，并甲甜点食落去，象征品尝地市的美味。目前已经有超过23个国家的参与。今年台南爱读册电视节目也特别安排了诗书节的活动，并甲台南精英酒店合作，推出2种造型的诗书蛋糕甲饼，并邀请市立图书馆馆长洪玉珍、诗人叶东泰等文人雅士共同参与。一边念诗听音乐，一边食甜点，体验这充满意义的活动。国际诗书节本身是由一群的文化的策展人呢，他们把书跟甜点呢结合在一起。因为有个甜点师傅讲说，你吃进去的东西就代表你有什么样的样态。当然，书是甜甜的，放到我们的心里，就会变成我们丰富的宝藏。所以呢，全世界目前有23个国家以做甜点呢来推倡国际的诗书。为了让更多市民会使了解到诗书节的意义，文化局也将要在新的图书馆总馆落成的时阵，安排大型的诗书节活动。我觉得我们在新总图开幕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来办一个诗书节，让整个城市的民众在阅读当中也可以品尝到甜美的滋味。台南是一个书香城市，也是一个美食之都，应该是最适合办这个活动。会中也特别邀请台南的大家长黄伟哲市长到现场来分享伊对活动的看法。阅读是生命的3要素，跟空气、水一样重要。但对我来讲，人家说3日不读书，面目可憎；3日不阅读，就让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
我觉得其实阅读能够生活，融入我的生活，融入我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那台南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古都，台南的学生的这个图书的借阅率也是非常高的。我们很开心能够让阅读融入生活，融入学习，融入生命，能够让你的生命更加璀璨。现场也有小朋友共同来参与这项的活动，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让小朋友喜爱着阅读。这一个节目将会伫4月1号暗时8点半伫第3公用频道来播送。想要了解时书节是啥物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一个节目。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市府伫日前顺利开发林德利空新村以后，永康城中二村嘛成功的招商。市长黄伟哲上午亲身主持土地活化利用案签约仪式。专案将兴建110户的社会主体，为台南市创造大约10亿的建设价值。武汉肺炎疫情延烧，但无影响建商买地三建案的意愿。其中联上事业得以16.2亿顺利标下永康城中绿川的都市更新案。上午伫市长吴伟霆的见证，都发局长庄德良甲联上事业的代表正式签约。因为基地位伫永康甲东区交界精华区，真有发展的潜力，而且专案预计6档内完成开辟，市府会当取得110户的社会主体，提供可节省10亿的支出。这个金钟2村的开发，其实这个议题已经在地方延续至少20年以上了啊。但是我们希望说，这次借的招商能够顺利的完成开发，因为那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是非常优的，而且紧邻平时园区。更重要的，它不管是医疗、购物、学校，周边的社会机能都很完善。那更重要的是，因为市府借的这个开发案能够取得这110户的社会宅，还有将近0.2公顷的公共设施用地，节省了公共设施用地的征收经费大概2亿。那节省了这个社会宅的这个建设的经费大概7.8亿。合计将近10亿的这个费用，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协力、公司合作的模式，未来一定要是持续的推动。一方面能够解决部分的市民的住的问题，提供社会宅；另外一方面解决一些公共设施用地取得不易的问题，像这次的道路跟公园，所以我们这个部分算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假是对啊，城中二村的都市更新开发，日前林德利空新村嘛是同款的模式，所以大桥强调，日后市府甲国防部会持续配合，针对老旧的眷村土地资产活化，同时结合民间的资源，促进地方的发展，创造多赢行业。台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已经伫南区办了10档的昆士湾文化季，今年原本要伫3月中旬举办，不过因为肺炎的疫情，被迫要延期。南区区长蔡秀琴表示，这嘛予伊思考要重新整合南区的资源，来扩大活动的效益。一直以来，南区用下昆士、喜洲甲湾里的旅游、市集以及板岛文化所举办的昆士湾文化季，已经行过10档。新任区长蔡秀琴就任以后，一直思考如何创新，同时将南区的资源重新整合，不是单打独斗，嘛不是欢喜吃板岛过后，却无法度真正帮助地方的农渔产业。虽谈疫情关系，延后的这段时间，这个甲港务局甲各大赞助厂商洽谈，希望调向路跑运动、游艇的旅游，甲配合蚵仔产季的关节，互活动焕然一新。昆喜湾它讲的是什么？就是昆生洗漱湾里，它沿着一个美丽的蓝色公路黄金海岸线，那它也沉寂了很久了。我想可能记忆小时候还有啦，哈。那想借由这次的昆喜湾活动，我会以3个主轴来让大家重新的体验。第一个就是运动，那运动呢，我们想用实际的脚步来体验，就是可能就是健康走。或者是路跑，好。第二个呢，就是昆生这个地方有一个安平商港，它是靠南侧，它有一个很美丽的昆生湖，它是我们南区的秘境，一般人是不容易进去的，叫做体验蓝色水域的体验活动。那第3个就是你要炒热这个气氛，让人家觉得很有人情味。那大家比较清楚的在地的事情，可能就是湾里商圈了。
那万里上千这几年非常的努力，你体验到海边，你会不会想到说来体验一下南区其他陆地的感觉？像最新最夯的水交社文化园区，你会不会想去那边走一走呢？那里有建村美食嘛？同样的那个地方，我们南区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台南市公园最多的区啦。那比较有特色，像有水平温公园呐，还有大安特色公园呐，还有林林总总数不尽的小公园。其实上，它是一个很适合漫游的地方。那海跟陆地是我们南区的 DNA， 所以希望大家来体验南区之美。局长进一步表示，依照目前的故乡，预计开始完活动，毋是选到8月，就是10月、11月。当然，也是按伊疫情的情况来调整。局长透露，到时也有澎湃伴手礼，听起来相当使人期待。今日新闻管制何小芳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载云的天气，温度20度到27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3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